我等下要甲你做伙落无？来啊！我来。来。哦，你已经替我传好啊！哦。你拄则是安怎蒙的？阿公教我头头啊，教我讲课有练啊，所以阿蒙。等下，我好像蒙着啊。你看。哦，蒙着这大只大鸡。我一拿，拿个重哦。再冲下去。你用这个做细腻的吼。这教着都听。我拿嘛煮鸭巴的哦。过来。看到你怎迄来惊。看者。哦。安尼告诉我。有哦，面前口的无同款哦。你来看嘛。已经变哥哥啊！你来。我看。我来。哦，感觉还袂歹呢。敢若有比较悬哦。不过会再绕开喏。欢迎收看修行的迄一天。